敬拜咱的上帝。请咱做伙来认识今仔日的两首圣诗。第一首是圣诗220首，万军的主至圣的厝。音色时阵嘛恳求圣神甲咱伫地，愿圣神感动阮。这首诗歌伊的旋律真简单，伊的歌词嘛真清楚的表达。万军的主，至圣的厝是伊徛起的所在。伫伊的厝内就有安稳的住在，连赤鸟拢喜爱伫主的单边来做守。咱若群我伫主，伫遐徛起的人是真正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有上主通靠，咱就时常娱乐，年日享受快乐。伫诗篇84篇嘛安尼娱乐咱的上主，伊安尼写讲：伫你的殿院住一日，较好1000日。宁可伫我的上帝厝过门，嘛较好踮伫歹人的肚皮。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是日头，是金牌。耶和华手持恩惠甲阳光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，无互遐会行正直的人。万军的耶和华啊，我靠你的人就有福气。愿咱即时来到圣殿，咱来敬拜上帝时，咱就放下一切，咱来专心追求咱的上主。愿圣神伫认识诗歌时，嘛感动咱大家。请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220首，万军的主至圣的厝。正直路。第二首圣诗是圣诗第584首，至圣的救主，罪人的朋友。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施恩典的主，同伊也是表达同情的主。伊是罪人的救主，伊嘛是罪人的朋友。伫马太福音第9章，有安尼记载，耶稣对遐经过，看见一个人名马太，坐伫乡关，就甲伊讲。对我，伊就起来对伊耶稣坐倒伫伊的厝，有侪偷向的甲歹人来。
甲耶稣参伊的学生同齐。咱通看见耶稣伊要拒绝罪人，伫迄时阵抽象是，互人感觉是一个真下贱、真歹的一个身份，大人拢做讨厌因。但是耶稣反倒转来甲伊同过，接受因，教导伊。所以咱的心着爱用主耶稣来拍开，伊毋单单做咱的救主，伊也是咱的朋友。伊要甲咱做伙经过艰难，伊嘛要甲咱做伙享受稳定，表达同情，甲咱做伙经过一切境遇，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看见伊丰盛的荣耀。咱只是来因即首诗歌来学乐咱的上主，至圣救主，做人朋友。这首诗歌伊上重要的字就是最后三个字，每一节伊最后拢是讲，咱着爱瓦克你，让咱会当来专心瓦克咱的上主，将一切交托俾伊。咱今日历史到遮，咱准备今日的礼拜。这礼拜进前，请大家将手机会当关机，也是设定的震动。今仔日是台湾新人医奉献主日，奉献袋仔放伫咱座位头前，请关心甲奉献，请安静，动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上主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的下羊。今仔日恁若听伊的话，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第220首，圣诗220首，请起立。万军的主，至圣的主，是你徛起所在。主我上帝，你所敬拜，因为我大意爱，我心满爱的。高上帝主，深深有体求叫上帝，永永我的主，你主大比赤脚徛起，伊阿是手好塞。安稳自在地你出来，我往我主上帝，阮我你遐徛起，伊人真正有福，有主通可是上。卡呀千日的故，我感过梦的主殿灯，无添害人的主，上主之端那日之旁，那尊的大幕。稳定眼光的塑胶灯，传人行你家路。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。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、圣国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应答上帝的话，伫圣诗启应文第23篇，是咱来看投影。要对上主唱新的歌。要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。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。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。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。
尊贵甲威严包围伊。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，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，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。世界坚固袂动摇，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。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。上主得来啦！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，同心来祈祷。因光归伫你，阮永远的爸，你有差遣你独生的圣囝到世间，阮对伊得着活。因光归予主耶稣基督，你有通过福音来显现活命甲永生。因光归圣神上帝，你有互阮甲基督同国活，搁用伊的疼痛流入伫阮的心内。愿乌鲁归伫你，天父、圣囝、圣神独一的上帝。愿乌鲁归伫你，圣的尊名到永远。至圣至人民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承认，搁告别阮本性。充满罪恶，阮有过失来得罪你，落到你知阮有常常犯罪，离开你的路，浪费你所赐的恩赐甲恩典，袂记得你的疼。主啊，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，赦免阮所做、所行、所想，互你无欢喜的事。求你，互你的恩典进入伫阮的内心，互阮对安尼会点伫你的阳光来行你的路。阮上山教会已经在庆祝设教150周年的这个时阵，恳求主振兴阮的信徒和阮的教会，互阮有大的热心来传福音。特别伫11月24，阮新任的长职要阁就任。由主来建立这个新的服侍团队，来为主做见证，互这个团队来服侍人，亲像服侍主一样的一款的模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对你的大慈悲、组织伫今仔日的盛会，恳求你，互阮伫心灵甲阮的外貌拢有诚实、尊敬你、服侍你。互你的性命大大显出阳光，搁互阮伫你的圣会中成做忠实的圣徒。求主，互阮每一个人伫今仔日的圣会中间，甲主相拄，得到定心的快乐，还阁得到主的祝福。阮将今仔日的主日敬拜恭敬献伫主的脚前，恳求主来圣化接纳。阮诚心拜咧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也要照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吟讲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。你对你亲像你天里，阮的日时，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错，亲像阮也有赦免。
因为光环的眼感动是你造物，代代不尽。阿门。
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32章第1节到12节，啊，搁22节到31节。记载伫台语的汉字本版本第34页到35页。创世纪32章第1节，雅各搁行伊的路，上帝的使者拄着伊。雅各看见因就讲：这是上帝的军队，所以名迄所在叫马哈念。雅各找人大声去生女的地，以东的田见伊的兄以扫，吩咐因讲：恁甲我的主以扫讲，你的奴仆雅各安尼讲：我伫拉班遐寄居。带到今仔日，我有牛、驴仔、羊群、奴仆、女婢，当找人来报我的主，爱得伫你面前得到稳定。所找的人倒来雅各讲，雅各遐讲，阮到你的兄以扫遐，伊拄得来要迎祭你，阁有400人甲伊来，雅各大惊阁迫縛。将遐个甲伊三甲离地的人，甲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做2队，讲：以扫若来攻击即队，剩的迄队还有通走。雅各阁讲：我的祖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的爸以撒的上帝，上主啊！你要对我讲，倒去你的本地本族，我要好款待你。你对你的奴仆所施一切的慈爱，甲一切诚实，就至微细的我袂堪得着。我曾举我的拐仔过即个约旦河，当我已经成做2队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兄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惊伊，惊了伊来杀死我，甲因某囝。你也捌讲。我的确要好款待你，互你的护卫亲像海边的沙，最狗袂算治。22节，伊米时起来，带伊2个某、2个女婢甲11个囝，拢过雅坡渡头，大声互因过溪，凡所有也互因过，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地。有一人来甲伊相演。到伫天不光，迄人看袂赢伊，就闪雅各的大腿骨。相演的时，雅各的大腿骨拽着。迄人讲：天要光啦，就放我去。雅各讲：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毋放你去。迄人讲：你名做甚物？伊讲：我名做雅各。迄人讲：你的名无要搁叫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。因为你甲上帝、甲人斗输赢，拢得到较赢。雅各问伊讲：请将你的名甲我讲。迄人应讲：米使问我的名，就伫遐甲伊祝福。雅各名迄所在叫便以利，因为讲我当头对面见着上帝，我的性命我的性命要得到保全。日拄啊出，雅各经过便以利，伊的大腿已经歹。以上讲道请洪万玲牧师，题目是便以利的经历。所敬听的陈牧师，甲为传道以及列位中级甲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遮代表台湾新航医董事长傅明胜牧师，甲院长蔡慈伦牧师，以及全体的师生，向咱上山教会表达感谢，愿上帝纪念咱大家对台湾新航医过去到今仔日的疼甲带倒，
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，所以用一点仔时间来简介这个学校。目前咱台湾新学院专任的老师16名，学生有250个。这250个内面，其中有台湾新学研究学院，就是立案的学生啦，吼，立案之后，政府承认的有134个，哈，新学院的系数就是因为系有啥物，有道学硕士班，吼，就是帮咱培养传教者的即个神学研究所。伫神学院内底，阁有教会音乐组，是要帮咱兄弟姊妹有人欢喜用音乐来侍奉主的人，互教会的音乐侍奉阁较健全。嘛有灵性咨商组跟灵性照顾在职专班，这2个是要照顾伫全人的发展，并且互人的内心甲社会有真好的整合。伫神学院内底，还阁有就是道学硕士班，若是有牧师阁想要继续进展，阁有神学硕士班，阁神学博士班。若是伫一般的教会牧会的牧师，想要做在职的进修，因会当伫咱的神学院有教务博士班，会当进修。遮个以外，还阁有为着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参加的神学系的课程，培养咱会当伫代职传福音的顶悬，会当有好的造就。以上是我的报告。接下来咱因为神学院有互咱一个影片，咱只是来看这个影片。从跟随主的那刻起，我们便开始踏上认识爱的信仰旅程。这也是属于自己的旅程。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不管快或是慢，我们都在奋力的前进，但总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状况，所以难免会感觉到孤单、寂寞，甚至会想要放弃。上帝的爱是一种超越理解的爱，这爱显现我们生命中的美好，也是陪伴我们度过困难和挑战的力量。爱是被呵护，爱是支持到底，爱是一种陪伴，是一个双向的关系。我的外婆，上帝和我的家人，想到我的爸爸，被误会、不被了解，觉得很孤单的时候，害怕的时候，非常无助的时候，去到漂亮地方旅行的时候，接收到了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，上帝爱是非常的丰丰富富在通过许多的人的口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上帝的爱。就正如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说，上帝爱世人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先爱我们。因着爱的缘故耶稣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也因着爱的缘故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带给我们救赎跟希望。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，越来越会自我怀疑，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。好，希望能够透过音乐，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。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，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。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必须要
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事的对象，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，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。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，但是进到现场之后，发现有很多的行政、总务、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。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，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。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，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。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，学习他，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，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。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，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依靠上帝的能力，寻找同工，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，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。台神在台湾的社会里，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，我们却能够走过152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只看见上帝的恩典，也看见弟兄姐妹因着爱，透过实际的行动、金钱的奉献，来建造这间神学院。这份爱没有因为时间消失，它仍然存留在这个校园的每个角落，直到永远。台湾神学院所栽培的每一位学生、每一位牧者，都是上帝自己呼召并装备的上帝国的工人。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支持，透过你们的奉献，让所栽培的这些上帝国工人，可以成为教会、社会未来的信仰领袖。当你捐助台湾神学院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参与上帝国的工作。无论你奉献有多少，我们相信都是上帝的恩典，都是我们向前行的力量。诚挚的邀请我们一起参与这美好的上帝国工程，一起来建造。爱是付出和奉献，也是一种深刻的承诺。他的计划让我们在爱中前行，他的计划让我们在爱中得以完全。虽然每个人的步伐不同，无论前路如何，我们依旧前行着，朝着对上帝有信、对人有爱、对土地有情的意向迈进。咱伫过去真是支持台湾新学院，希望咱继续用疼心，互即个学校会当培养出更较好的传教者，伫逐间的教会内底服侍。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与伫即个疼的事奉，上帝国度的事奉。咱三角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知影台湾新学院是你的学校，你照顾伊，但是你爱阮，甲你同心同齐，有分治去做即间教会的事工。求圣神感动阮的兄弟姊妹，伫要顾即个环境无真好的时阵，阮犹原欢喜尽力奉献伫即间教会、即间新学院的需要。今年即间新学院有6900万的需要，祝你开路，感动众兄弟姊妹。即个时，阮也要听你的话。求圣神开阮的耳，开阮的心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，
阿们。我今仔日要跟咱分享的是便以利的经历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对雅各伊伫拄着便以利经历的进前的故事，咱一定拢足熟的，就是伊用，其实伊是甲伊的哥哥交易吼，因为伊的哥哥真忝，对外面拍拉转来，所以就伊的小弟讲，我想要食你所煮的红豆汤。正是雅各就趁这个时，甲哥哥交换，但是嘛是哥哥的同意，只是咱要感觉雅各是处心积虑，趁人之危，安尼来，所以咱就看见伊原呢孝想哥哥，因为长子所会当得到的迄个无共款的对待。后来伊个用真正是用欺骗的方式，得到爸爸要互哥哥以扫的祝福。对这两项代志，咱会当看见雅各一开始伊是一个真爱比较的人，伊嫉妒，伊感觉伊足想要得到哥哥所有的，伊想要得到。伫嫉妒的这个特质内底，就是毋那是想要得到别人有的，嘛无拥有别人得到伊有的。所以当别人若是有伊拥有的，伊就要搁较表现他是高人一等，安尼是一个伫互相竞争比较之下。所以伫咱信主了后，可能咱嘛有感觉伫咱的生活的内底，甚至是咱家己，别人看袂到，但是咱嘛有嫉妒的影子。那是伫雅各的心上，拜偶像，咱检查要想，伊就甲爸爸摕到迄个，甲哥哥摕到迄个长子的名分。伊应该真自然都无拜偶像啊，因为伊知影爱承接厝内的迄个家庭的信用，伊是爱做，若是长子就爱继承做家庭的祭司的迄个责任，所以伊应该信用对伊来讲，伊已经知影哦，我已经得到长子的名分。我应该后摆，我就是爱接受家庭诶，这个家庭的祭坛吼，是伊来负责的。咱信主了后，共款，咱就知影讲啊，我已经信耶稣，我无再搁去拜偶像。咱的厝内可能已经拢无偶像啊，就是圣经甲咱讲，那是贪心的，就是拜偶像，甲拜偶像共款；贪心的，甲拜偶像共款。所以，伫雅各发生这个代志的时，伊是足贪爱世间看会到的，所以伊贪爱的是啥物？咱会当对圣经内底发现，伊讲。天顶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甲丰富的五谷新酒，这是爸爸的祝福。那对这个祝福来看，就是生活的富裕。那是爸爸继续的祝福，讲愿万百姓侍奉你，万族向你跪拜，愿你做你兄弟的主，你老母的囝儿向你跪拜。那是安尼来看，就是伊想要得到人上人的这个位。接下去，爸爸的祝福是啥物货？讲救助你的，愿伊受救助；祝福你的，愿伊
祝福你的愿意得到祝福，咱就要知影，若是安尼的人，伊是一个足有关系的人。所以雅各伊想要得到的生活的富裕、地位的真好，甲地位所带落来遐个关系，我相信人拢要追求遮个，若有遮个，敢是真好，总是伊用无好的方法，这是伊掠世间的做第一位，赢过上帝。所以，他拄仔咱伫讲伊是拜偶像，就是安尼。伊掠世间的一切，比上帝更较重要，以至于伊用欺骗来得到遮个。总是伊有得到无？伊实际有得到无？当伊的兄哥听到安尼的事，讲迄祝福互伊得去啊，赶紧就要甲伊杀死吼。所以伊就逃走。伊即逃走，就是到伊的母舅伊的妈妈的兄哥的所在。伫遐20年，伊的经验，伊安尼写，伊讲拉班，你的羊群内底的公绵羊，我无食着，咱就知影，即个主人非常的苛刻。伊讲，若是我甲你雇羊的去互野兽，因为暗时拢有野兽会来偷食这羊吼。若是准真正去互野兽夹去，伊要求雅各爱家己赔。所以，这个拉班是一个苛刻的老板。咱来想着他拄仔伊要爱得的祝福，伊拢还袂得到。伊就开始面对伊欺骗、伊趁人之危的迄个行为的后果。伊描写伊家己，伊讲：日时我受尽炎热，暗时我受尽寒霜，袂当合眼哈，不得合眼入睡。所以咱就知影，伫旷野雇羊，迄是真辛苦的日子。但是20年的时间就安尼过去，最后的6年，伊有想到我一无所有，所以伊甲老板讲：这个时开始，我爱得到工价，总是老板10摆改伊的工价。咱就要看见。雅各伊爱世上的一切，总是伊的心怎样，上帝上清楚。但是上帝无甲伊放杀伊，无上帝伫对待伊的方法内底，咱若去读圣经，就知影伊一无所有的时，伊甲上帝求，上帝就帮助伊，会当。生出来羊是有斑点的，好，咱就知影上帝有在帮助伊，总是上帝对伫伊生命中的迄个生命中的弱点，不管是嫉妒，不管是贪心，咱真显然，加勒太书甲咱讲，迄肉体的露现，也是讲情欲的事情。他列了很多很多，迄内面都有这2项：嫉妒、拜偶像，佮其他足侪，拢是伫讲人有软弱，总是上帝，咱诚做伊的囝儿。雅各伊爱，伊讲我要承接家庭的这位神，所以上帝就要管教他。诗篇讲，清气的人，上帝你用清气对待伊；歪巧的人，你用弯巧对待伊。所以，上帝的方法
若要甲咱扳回来，互咱会当行伫四正的路。有时上帝用的方法，是用一个比咱搁较无好的人来帮助咱。所以当咱拄着艰苦的时，咱毋通失志。当咱转去到上帝面前，伫伊的光内面，咱检查会当看见有甚物所在是我忽略的所在。当20年到啊，上帝家己主动甲雅各讲：“你爱转去你的故乡，但是我的确甲你伫地。”雅各是安怎出来？是逃难出来，是哥哥要甲伊抬，伊逃难出来。所以上帝了解雅各心中的重担，所以伊讲我的确要甲你伫地。若是咱的台语的翻译，是讲我要好款待你，拢共款吼。所以雅各伊就顺服开始行。咱今仔日读的圣经，就是当伊开始伫路中的时，伊看见天开有天使，所以有足侪天使，所以伊就甲迄个所在，伊讲哇，天上帝予遮尔侪天使来保护我，啊，我伫地面上，哇，嘛有遮尔侪，哇，安尼好像天上一军，地上嘛有一军安尼吼，所以叫做二军，就是伊个号名叫做二军，就是马哈念，这就是马哈念的意思。所以就是讲雅各伊看见天使，甲伊三甲做伙，同齐行即条要转去的路。但是当伊找人去甲伊所讲的时，迄回来报信的人就讲伊带400人要来赢，要来食，要来赢祭礼。伊听到400人，伊的心就惊吓，因为伊惊，当时伊就是惊逃走出来，所以迄个惊没有离开他。所以对咱来讲嘛是共款，咱的心中若有惊什么代志，迄个什么代志不会自动消失。伫雅各的心中，20年无失去，所以伊听到400人，伊非常非常的惊，伊惊伊的哥哥亲像以前共款要来杀伊，伊怎样赢过即个惊吓？圣经互咱知影，讲伊用祈祷，总是我要先甲咱分享的。即个惊吓对倒位来？当然是伊做毋对，是雅各做毋对，所以自然伊想到哥哥迄时对我是，所以造成伊的惊吓。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咱嘛要知影，若是伫上帝的内底，上帝。圣经甲咱讲上帝所赐的，毋是惊吓的心，乃是勇敢、有疼心、节制。上帝赏赐咱的是，毋是惊吓，所以惊吓绝对毋是出自上帝。咱伫生活内底，有时会拄着惊吓。我会记哩吼，我30几岁的时。迄阵我已经有小孩子，我的囡仔已经一个啊。有一天暗时，我的先生无伫的，伊出去有代志，无伫的，隔天才会回来。迄天暗时，我伫暗时差不多11点的时，我伫洗碗，只听到水声，其他都是安静的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心开始惊吓起来，我就意识到，我今仔日，因为我向来伫迄个时阵的向来向来拢无爱家己一个人伫厝内，
因为每一次单独的时候，我的心中会害怕，但是这个害怕，让我真无自在。但是我想到在迄个时，我想到，我读过一本书，迄内面教讲，你怎样面对迄个惊吓？伊讲奉耶稣的名，惊吓出去。我那时候迄个惊吓，就好像我讲的话，跟我心中的惊吓，就这样子在征战，所以我连续讲了很多次。了后，我真的发现，在我的心中内底平静下来了，不再恐惧了。那时候我已经是30几岁了，我已经做牧师的太太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恐惧若无去面对，犹原一直存在。我从对迄时开始，我就操练。每一次我遇到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宣告，我就讲，主你甲我三角地带，我的心中会惊吓出去。我每一次都这样子讲。所以后来我的心就刚强了，是勇敢的。所以上帝所赐的是勇敢，不是惊吓，而且会互人惊吓。其实真事实的，就是咱无踮伫上帝的听的内面。意思是讲，我无够信任上帝对我的听，因为约翰1书18节安尼讲听内面无有惊吓。我若真正伫上帝的听内面，我就无惊吓。雅各若是真正伫上帝的听的内面，上帝已经互伊看见有天使、威雷，甲伊同行。伊犹原惊吓，所以就是伊无够信任上帝，因为安尼，所以伊就会晓来祈祷。这是很难得的哈！伫雅各伊的生命的内底，其实伊经历上帝几啊摆啊。咱若去读伊的故事，但是这一摆，伊伫惊吓的中间，犹原来祈祷。惊吓虽然是咱的情绪，虽然伊毋是伫上帝的内面，就是讲咱无够信任上帝，同款嘛毋是伫上帝的国内面。惊吓是伫肉体的内面，情绪是属于肉体嘛，伊做毋对，所以魔鬼对伊的控告，所以他就雪上加霜，愈惊，所以伊就是惊。伊的兄哥若杀伊，佮杀伊的囝、伊的某、伊的囝，拢甲伊杀死，伊惊。真感谢上帝。互咱逐摆若是拄着艰苦、惊吓的时阵，还是肉体的软弱的时阵，咱会当选择祈祷，上帝逐时垂听咱的祈祷。伊怎样祈祷？伊讲，伊用上帝话，伊讲上帝，你是要好款待我，你是要教我地地，所以我走上路，要回家的路。是上帝你叫我的呢，伊用上帝话对上帝佮讲一摆，然后伊算小上帝的恩典。逐摆咱若是算小上帝的恩典，咱的信心就要加添。我相信雅各伫迄个时阵，伊的心，因为伊安尼在算小上帝的恩典，伊家己讲，伊讲我过河的是过去20年前，我只有摕一个拐杖。
一个杖，不是拐杖，是杖过河。但是我即马却是伫地面上有羊，阁有人一大群。上帝，遮个拢是你的慈爱甲信心，所以加添伊的信心。然后伊就跟上帝求一项，讲我惊我的兄哥来抬这项事，将伊的需要变互上帝。然后伊阁一摆用上帝的话来宣告，伊讲：上帝，你过去，你毋若讲你要厚待我，你讲你要教我三甲地地，你阁讲，你讲我的子孙会亲像海边的沙，遐尼济。所以，这就是要回应伊惊哥哥那甲伊所有的人拢抬死，就没有后裔了。所以，伊用上帝的话，搁一摆建立家己的信心。虽然伊祈祷了后，伊还毋敢过河，伊甲所有的人拢送过去啊。但是家己伫河的这边，上帝看见伊的征战。迄个征战，我相信是足大啊！有一个人来甲伊摔跤，摔跤是啥物意思？是肉搏战，就是讲肉搏战就是我的身体碰你的身体，安尼，这个叫摔跤哈。我就想到，有的人做梦的时，伫暗时困的时，会觉得鬼压床，对不对哈？有的人会，就是你征战不起来。但是你有感觉一个外面的力量压着你的身体，我相信雅各感觉有一个人来甲伊摔跤，这个气力真大，总是一直无甲伊赢过，无甲伊治好死。但是最后，这个人甲伊摸了伊的大腿窝，咱的台语讲甲伊献一个。中文讲摸了，好，不管摸或是献一个，总之，伊发现伊变歹骹，伊的歹骹当然是真无方便，总是伊讲，你是啥人？你爱甲我祝福，所以这个要祝福的进前。这个书架就甲伊讲，你唔通阁叫雅各啊！你不需要伫世间掠遐尼条，连惊吓都掠遐尼条，连忧愁都掠遐尼条，唔免，因为你是得胜者，你非常的坚持，你是得胜者，你唔免遐尼。就是把家己这样子很僵着自己安尼，所以伫这个毗努伊勒经历，互雅各知影，伊甲上帝当头对面安尼对面，伊却还阁活着，伊就知影，上帝都拢无互我死啊，兼上帝袂帮助我，互我的兄哥袂甲我抬死，这是互伊的信心大大的增加，所以伊就得到平安。伫真惊吓的中间，伊平安，于是伊会当有这个图会出现，就是咱会当看哈，旁边那都是拢伊的孩子甲伊的妻子，但是这边就是以扫甲雅各瘸腿摆骹了后，伊甲迄个惊吓弹掉，伊变做足勇敢。伊怎样？他拄仔咱看的这张图，伊怎样到伊的哥哥的面前？伊本来是伫河的这边，结果甲上帝摔跤了后。上帝互伊活地勇敢，所以伊就行出来，行伫上头前，虽然摆骹，而且伊个匍匐在第7次，因为要看到伊的哥哥的时，
伊就开始用当时的人最尊崇君王的方式来尊敬伊的兄哥。所以，咱安尼听这个故事，咱就知影，伫这个时，以扫伊的心嘛软落来，伊看见伊的小弟已经遮尔谦卑，其实大腿窝就是人的肉体，预表人的肉体。咱时常掠咱自以为是，迄个足大的，而且咱阁会合理化自以为是，迄是魔鬼的工作。咱若转去看圣经，加勒太书5章19节到21节，迄内面我拄有提到，咱就会当看见肉体的出现、露现是足侪的方面，但是咱要怎样来取代这个肉体啊？咱信主足久啊，可能有人刚刚信主，不管是安那，不管咱信主1年、信主10年、30年、50年，这个肉体袂离开咱。我这肉体不是咧讲咱的身躯，不是在讲身体，是咧讲咱这个旧人的行为。这个旧人的行为，照咱的方式，照亚当的方式，咱活伫这世间，推卸责任啊，还是自我中心啊，咱都无迄个疼，所以造成人甲人中间的一寡问题。雅各伊用祈祷开始来面对伊的困境，上帝无放杀伊，虽然上帝牵伊足久啊，上帝嘛牵咱足久啊，但是上帝对咱从来毋捌放弃过。当雅各呼求的时，上帝就来到伊的身边，甲伊相应，咱嘛同款。所以咱伫咱生活的中间，咱爱体贴圣神。什么叫做体贴圣神？就是伫咱逐样的环境，也是伫逐日的生活的内底，咱的心思放在圣灵的顶面，就是讲要甲上帝讲，毋是将咱的心思放伫肉体，放伫自我中心。伫雅各的经历内底，伊虽然有看见嘛哈念，哈尼侪天使，咱基督徒拢知影，咱有圣神踮伫咱的内底。可是咱应该嘛有足侪的感觉，会体会奇怪，我哪会一直这个改袂过来？咱常常拢会想讲用改咱的个性，其实。上帝的法则不是用改的，是用取代的。所以上帝来甲雅各相应的时，伊将平安予伊取代了伊的家兄。虽然伊摆骹，伊知影这位甲我相应的是上帝。伊才会甲迄个所在号做便以利。所以对咱来讲，若是咱所拄着肉体试探，也是困难，咱若注视着咱的困难，注视着，若是亲像雅各，伊一直注视着他的罪孽，就是讲啊，我就是当时。骗我哥哥，所以我才拄着安尼就没解了，无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圣经讲，如果咱是安尼的话，上帝就无听咱的祈祷。感谢上帝，
雅各伊放下，因为他被拍了一下，摸了一下，所以伊放下伊的家乡，伊知影这位是上帝。当雅各用祈祷去祈求上帝，上帝就听他。咱嘛同款，咱祈求上帝，上帝嘛听我们，互咱有这条出路。咱圣经内底有一个人，咱就熟的大卫，伊常常对上帝讲足侪话伫诗篇，尤其伊拄着刀难的时，伊骂遐个人的话，咱也听起来讲，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哪会骂迄仇人吼，骂迄对敌吼，骂甲遮尔露骨，其实。咱每一个人伫生活的过程，伫工作的顶面，常常还是有时候会拄着，互咱真的过不去的人，咱就生气的。可不可以讲？代表互咱看，可以讲，但是伊讲的对象是上帝。咱时常有一个真自然的反应，就是去甲别人斗。去甲啥人讲，甲啥人讲安尼，但是大卫毋是，伊甲上帝讲，上帝就为伊开路，讲甲伊心中平安。这就是把心思放在圣灵上面，就是体贴圣神。安尼就是体贴圣神，所以伫咱的生活的内底，咱逐项小事大事。拢会当体贴圣神，互上帝为咱开路。有一个人，伊足想要甲伊足关心的一个人，会当回复讲话，就是然后有一日，这个人伊就去参加一个课程，但是无想到讲，迄个课程的内底迄个老师吼，咧教因的时，就甲因讲，恁若要起做甲人的关系。还是恢复甲人的关系，恁会当做3项代志。第一项，你要立定心志，你是主动的。好，这个人就想讲，主动还是会当啦，我会使。但是伊讲，迄老师讲，主动，但是你要知影你要创什么代志啊？伊讲爱刻意，你要注意去观察，迄个人是啥物上好的方法，是会打动他的心，安尼意思是安尼。所以伊就讲，恁爱刻意，所以这个刻意，这个人就一直想，后来伊想到一个方法，总是伊甲上帝讲，因为迄老师有讲，但是你的刻意，但是你做袂到，伊来求上帝帮助你哦。这个人他非常的顺服吼，伊就。照安尼行，伊就讲，伊想到一个是刻意的方法，但是伊就是叫上帝帮助伊，所以伊就体贴，伊安尼做就是去体贴圣神。咱的生活内底同款，咱会当用安尼来突破咱伫四周围的甲人的关系。人的肉体是非常的强吼，非常的强吼。若是肉体非常的强，咱这个人就是非常的软弱吼。魔鬼嘛会搅动这个肉体吼，所以咱真正咱每一个人同款，咱需要互圣神来提醒咱吼。当圣神光照咱的时，咱就将咱的缺点放伫上帝的面前。常常体贴圣神，借着祈祷来经历雅各迄个便以利的经历。罗马书安尼讲体贴肉体就是死，所以咱就清楚吼，体贴咱的自我，自我中心就是体贴家己，安尼咱甲上帝就是隔绝的。若是体贴圣神。咱会当得到性命甲平安，咱迄个人
伊就是安尼得到性命甲平安，伊的生命得到突破。伫雅各嘛是共款，伊有迄个变以利的经历，伊后来甲伊的兄哥会当和好。所以咱真实知影，就是当咱若是体贴肉体的时，咱就是甲上帝做对调。我相信足侪人拢无想到，讲我惊兄是甲上帝做对调，我惊兄就是无踮伫上帝内面。我感觉上帝比我所惊的代志搁较细，所以我是瞧不起上帝哈。所以咱伫即个雅各的成就，咱会当看见，咱会当借着祈祷来赢过咱的肉体。总是咱的肉体，还佫有一项我无讲，但是我写伫遐顶悬，用咱是信主的人，有新的方法去取代迄个无好的方法，毋是改变咱家己，是用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的迄个新的样式，有真实的义甲上帝的性情的性格来取代咱的肉体的路线。由上帝帮助咱，祈祷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将你的话放伫阮的中间，带领阮行人生的路。雅各的经历，诚做阮的帮助，互阮日日甲主你亲近，无亚闲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做伙来读金句，今仔日个金句2遍。请做伙来读，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上帝的意向是活搁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敌上帝。罗马书第8章第6节到第7节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上帝的意向是活搁平安。因为是死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第584首，圣诗第584首，请起立。一生救主最真朋友，乱弱的人是你所救，真是人看我的手，让我来我可你，甲主交陪永有福气，是路嘅业也免怪伊，嘅人相通那手甲伊，有缘是我可你，一生拖磨也先有问，求主到位互我亲近，受你照顾心宽恩，拢是对我可你，有时有问受你教导，也无亲也无快乐，甘愿忍受欢喜幸福，我已要我可你，咸菜行到痴情路途，讲今好痴啊满坡，得着求主安慰照顾，因为我
人望天动福气，甲主交通拢免虚掷，吞论天下人无压抑，专心的我靠你。请坐。奉献请廖敏树执事、曾启阳执事、曾玲仪执事。请起立来吟奉献诗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请看迄个投影片。第二点，教组招募圣经手抄本、有画线也是笔记的个人圣经，有定伫12月初8，礼拜日要伫1楼展览。即时还佫有圣经公会的册甲圣经版本共同展览，请大家共襄盛举。以上的资料，请伫11月24礼拜日进前交予教育组高主任长老、甲施淑胜执事、廖桂干执事。展览完隔礼拜就会归还。第三点，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宣教分享祈祷会，请宣教组同工甲来关心宣教事工的这来参加。第四点，小会定伫11月24礼拜日早起9点半，感恩节的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，请兄姐备办心。11月24
礼拜日早起9点半，教文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中级就任，礼拜后要拍摄团体照。小组甲牧区消息，将第一点少年团契定伫11月20日拜三早起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，请过路的兄弟要分享，请客友参加有备办中昼顿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级来订正。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奉献者，请家己来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。好，咱后礼拜是感恩节的联合礼拜，所以咱请兄弟姊妹9点半来做礼拜，并且咱伫聚会中间，咱有洗礼甲圣餐嘛，请备办心。好，这是咱做伙来祈祷，为着台湾，为着世界，为着宣教师，为着咱教会，为着华人姊妹，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开喙来祈祷。主愿感谢你的引带甲带领，互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。主愿恳求你保守帮助，特别为着阮的世界甲台湾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即个你所创造的所在，互即片土地，互全世界会当恢复你所创造的和平。主也恳求你一心保守，互阮伫遮会当做伙三体来祈祷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兄弟姊妹身躯欠安尼来祈祷。有侪人伫厝里疗养的，有诶也拄啊出院的伫厝里疗养。主恳求你也保守因，互因有健康的身躯，也祝福因厝内的人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，无论是建堂的事工，也是逐样的事工，恳求你来保守。今仔日也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阮也恳求你帮助，互即间学校会当伫金钱也是大道的顶面拢无欠缺。阮也为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祈祷，恳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脚步。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这是来吟圣诗第391首，391首。吟诗煞请陈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阿罗提的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的普天，人是无路上的，无路三位体，白行信心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之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